所以今仔日咱这批就是要摕来做绿茶。嘿，阮只炒掉一个地地嘛，哦，所以等下你甲你加炒，然后伊会皮会芳。嗯，呃先甲迄落。做绿茶上重要的是要炒甲芳，嘿，啊棒。这第一个。啊，第二个是要炒甲消水。哦，哦，嘿啊水爱甲脱水啦。哦，来我试看卖。这样你要炒偌久？这特别好啊，你讲种透啊，啊伊嘛是透啊，你片起有一个巴甲迄个柑仔会芳。伊收一个芳味啦，咱讲是。真正有呢。所以早无机器的，就是安尼炒，就是主要你体验就讲你用片用看，然后过来听伊声音，啊甲地炒好，差不多炒啊。头啊吼。系啊，伊就是透过啊，头过啊哦，安尼即摆摕起来吗？差不多要摕起来，我要准备要第二个工课啊。来出。来，倒食，咱倒食嘿。阮炒好啊，就是摕来食，准备出地啊。那我们先把它散热，咱要拖开，内底有一寡水气呢吼。要想象手中一颗球。哦然后手顶管有一个球，啊你啊洗，嘿啊，你啊洗，甲靠就是洗衫，你有洗过衫就会使。顺时钟。但是阮这烂地就是为了要甲伊渐烂出来，无你泡个地味甲地芳尔。哦。咱头前是炒芳嘛，然后这是烂地味走出来。所以你手，你来评看你的手，你芳芳地。有呢。